我们的现场所有好朋友一起掌声献给我们动手动脚舞蹈团。不敢跳那么不敢不住，太太跟小友谁跟输，我把一扎太阳，我俩展示给哈嘎快乐谁陪you，哈嘎哈嘎，是个不就黑一个，哈嘎哈嘎，是个不就黑一个。好，来，这时候首先由大朋友小朋友们，等一下听到哈卡的时候，左边拍2下，右边拍2下哦。不该跳那么不敢不住，太太跟小友谁跟输，我把一扎太阳，我俩展示给哈嘎快乐谁陪you，哈嘎哈嘎，是个不就黑一个，哈卡准备哦。哈嘎哈嘎，是个不就黑一个。这首歌曲呢，是我们的徐先生老师呢，所带给小朋友很欢乐的一首客家歌曲，叫《Hakka Hakka》。